北市南口有驾驶转弯的时无小让，去弄到过车路的民众。另外，伫新北市五股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行电斑马线，煞互奥多摆去弄到。警方即马初步调查了后，是认定讲，这个囡仔伫顶好还未转弯，伊就撞过车路。若骑奥多摆的这个是咧到斑马线，速度嘛无放慢，才会发生这阵车祸。脚这边打了10竿。 西部指挥头壳甲骹底全伤头前去断裂，面正面乌青侧伤。囡仔上家呢，老爸看了真艰苦。骑很快，不然不会撞成这样子啊！撞到的人态度不是很好，他撞到了还第一时间说：“你小孩冲很快。”查甫囡仔规身躯伤痕，因为初七下晡4点外，伊和阿姊伫新北区5股民义路的这个路口，双人想要过车路坐公车，行到一半，煞来和机车发生强烈的相碰。囡仔老爸表示。 囡仔讲，尤其过路号志灯，看到车停落来，才得要赶紧通过斑马线。骑机车的事主讲，迄阵毋是红灯，伊照规定咧骑。毋过头前有车早咧，查甫囡仔雄雄撞出来，并立即调阅监视器，厘清相关肇事责任。现场是闪灯号志，有切落去才变做青红的灯号。警方检视行车记录器，发现迄阵是塞车，查甫囡仔伫灯号变换进前赶要通过。 毋过，机车经过斑马线路段，嘛亲像无减速，也是停让。这类的归属搁要调查。毋过，同一天早起，南口的这件车祸，由于少年趁青灯要过路，互倒弯的货车弄一个伫涂骹高高人，险要叫车搞掉。警方认定，这个驾驶真明显来违规。未注意而擦撞行人受伤，违反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。 自单举发。国内交通问题持续引起关心，有民间团体提醒民众日本交通的重要性，呼吁民众8月20日行上凯道游行，要求政府行路的民众。在道路上所丧失的这3000个生命，大家可以想一下哦，真的只是这3000个生命的事情吗？背后其实是3000个家庭，甚至是更多的人。联名批评交通部每个月道安会议效果无好，含警政署的严格催杀执法。 颠倒造成人车对立，无想讲根本的问题是伫交通环境设计，呼吁政府爱提出具体的交通安全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